今天来到这个巨人的中这个加工啊，你看到是很多吗？是很长吗？一条大概是外面是零售是几多钱呢？2块半，好。这是5块钱3个。OK， 5块钱3个，10块钱10个，要吗？来啊，这里多的是啊，这里是巨人的一个重这个加工的啊，今天这个是收成。这个收成呢，他们收拾了过后呢，就是打包啊，打包然后呢，就会去到巴萨巴基或者supermarket 啊，你会看到你吃的 supermarket 跟你的 supermarket 那种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这里的。睇到冇啊？呢度咧就一片全部都係包粟全部都係包粟，大概70吉左右啊。呢度咧就係光 JB 專種包粟嘅團體，幾靚啊！嗱，佢嘅種植咧其實好有規劃嘅，所以呢個咧係4月28號種嘅，所以大概咧係65日左右就可以收成噶啦。當收成咧，你睇到呢條巷冇啊？呢條巷就咁樣係人手收啊，人手鑿咁樣收落去，好似呢啲。好似啲未夠班嘅，即係講未仲係年輕嘅，未夠稱嘅，所以咧佢哋就唔喐先，就專喐嗰啲成熟咗嘅，所以一直收成咯。所以收成咗咧，就會拎出去嗰度咧，就會打包，打包完過後咧，就會拎去超級市場或者係百室嘅，所以你食嘅泡唔係泡粟，所以係包粟食咗包粟。OK， 嗱睇下有冇幾靚啊？大家記得幫我分享下，尖幫我分享下，下次睇咗咩新嘅靚嘢。再同大家分享下，多謝。Follow my Facebook page, Jim Jim.